来这件都真单纯，李菜园仔咧种菜，但是竟然是正甲风台死。这是透早7点外发生伫新北市的南口，一个78岁老先生伫菜园仔种菜，甲另外一个男子起冲突，结果这个男子竟然拿家私甲老先生抬5刀，甲人抬死。讲敢若是这个男子不满老先生山寨，影响到农作物的成长，才全掠公抬人。警铃声大细声弹，我入细条巷仔内的菜园啊，下这么急，市政府才传出有人捡破。你是说他是在哪里种菜的？他在那一边啊，那个房子旁边那里。民众看到有人伫咧冤家，惊甲赶紧报警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新北市南口，今仔日透早7点外，看到菜园啊拢是火，边啊阁有红色线。种菜2个阿伯打架哦，他有去劝架的样子。然后有一个受伤嘛，好像是这样。冲突就发生在这处菜园，疑似是因为种菜的问题起了纠纷，而嫌犯当时就拿出利器来挥砍，被害人是受伤倒地，而嫌犯是直接骑车离开。附近种菜民众讲，姓陈的被害者想要把菜刷回种，却敢若影响到姓叶的嫌犯种菜地盘两边总销量。姓叶的嫌犯总去甲摕家私堵陈先生，送到病院总断开。有的人不爱种，互伊种，可能是安尼。这台人都唔知，像咱都唔知，哪会使讲安尼？我看伊的衫都安尼，跟他真济工。于案发内4小时，将叶姓犯嫌逮捕到案。厘清案情后，将以杀人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陈先生奥多麦阁停留伫咧原地，几十年来伫咧遮做事，想要到甲人冤家冤甲重伤过身。附近的民众听到拢惊一跳，姓叶的嫌犯有伤害含接对真好，甲人抬死了后就骑车走路。中昼伫咧新庄的工地局警察抓到，伊讲就是因为家己种的菜被破坏，扣分真久才摕家私解堵，详细犯案的动机会阁进一步调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